早起看世界，镜头来墨西哥。墨西哥13时是发生一件杀人案，受害者是当地一个法官，伊嘛是真出名的性别运动人士。检调初步调查认为，这个法官应该是予伊的侦判杀害的，但佮家属无法度接受，因为这个法官进前才接到受害者死亡的恐吓。 民众大喊口号，要求伸张正义。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市8日暗时有大批支持性别平权的民众行上街路抗议，因为当地一位选举法庭的法官，当时也是有名的性别运动人士巴埃娜，13日厝内底互人杀害，死亡时才38岁。点了摕一支彩虹的盔线，做出真高水的表情的巴埃娜，是墨西哥中部阿瓜斯卡连特斯州选举法庭的法官。 也是拉丁美洲头一个担任司法职务的非议员性别人士。这个拜一，巴埃娜被发现死伫厝内底，身躯有20个所在有刀伤，伊的伴侣也死伫边仔。检调初步排除有第三人涉入，怀疑巴埃娜是予伴侣杀害。不过家属拒绝接受这项讲法，因为巴埃娜在死前不受到死亡的威胁。 当地多元性别族群也批评调查真凊彩，行上街路要求检调彻查巴埃娜死亡，甚至牵涉性别因素的受婚犯罪。墨西哥所有州同性婚姻也已经合法化，不过社会对着性别多元族群依然有敌意，暴力威胁定定出现。敢若是2018年到2022年，当地就发生超过450件针对性少数族群的谋杀案，其中上常看的受害者是跨性别人士。公视新闻，齐婉玲编译。